现在平安。请静咱的心，将咱所拄着的烦恼、无平安、计较的代志，拢交互主耶稣。来到主的面前，咱着摒空咱家己，互咱的心有位，互耶稣入来。伊担当咱的苦难，伊要互咱得自由，伊安慰咱的忧伤，互伊的怜悯甲疼痛充满咱的心。安尼，咱就要有福气、平安甲喜乐。毋管你过的日子是怎样，你拄着的情况是怎样，伫上帝伫主耶稣来看，一日的艰苦，一日高压。来到伊面前，就将你心内的代志，你拄着的代志，拢交互咱的主耶稣。主上帝，阮真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做阮的帮站，求你做阮的保护，求你做阮的关台，阮的避难所。我要仰望你，要敬畏你，要顺服你的旨意。愿你来听阮的祈祷、呼求的声。阿们。阮感谢你。过去的日子，你陪伴阮，感谢你也陪伴阮伫未来的日子。感谢你，互阮有即个福分来到你的面前，要唱歌学乐你。阿们。将阮的代志摆在你的面前，阮相信你会为阮摆笔。主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耶和华做伊上帝人，即个百姓要称做有福气的。有主甲咱做伴，咱毋惊日子过了安怎，因为伊是咱的瓦靠，是咱的帮站，是咱的关台。要做咱的避难所，有你做伴，有你做伴。下来，要唱歌之前，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来做咱的信用告别。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多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喜乐空，喜胸弯谈下。
是才是幸福的起步。若有你做伴，免惊黑暗路。一生的起落，总是起起落落，有时天光，有时落雨。时常怨叹，这是幸福的起步。若有你做伴，免惊黑暗路。只是人阮对你脚步，虽然风头步步的艰苦，所有伤痛加到无平安的路，我拢放下，我头靠你照顾。每日在落苦，打拼忧愁烦恼，有时全部失去了了。拄你我无人了解心内的痛苦，若有你做伴，生命有外苦。只是人阮对你脚步，虽然风头步步的艰苦，所有伤痛加到无平安的路，我拢放下，我头靠你照顾。有较万来的兄姐，要邀请你将你会艰苦忧愁，你所拄到的健康不如意的，拢交互主耶稣。感谢主，有伊的做伴，咱的性命就有瓦靠。一生的起落，总是起起落落，有时天光，有时落雨。时常怨叹，这是幸福的起步。若有你做伴，生命有暗路。只是人阮对你脚步，虽然风头步步的艰苦，所有伤痛加到无平安的路，我拢放下，我头靠你照顾。每日在落苦，打拼忧愁烦恼，有时全部失去了了。拄你我无人了解心内的痛苦，若有你做伴，生命有外靠。只是人阮对你脚步，虽然风头步步的艰苦，所有伤痛加到无平安的路，我拢放下，我头靠你照顾。
我头靠你照顾，我拢放下，我头靠你照顾。感谢主有耶做伴，咱都免惊风影。感谢主保守咱的脚步，日日对伊。有耶和华做伊上帝的，这个百姓要称做有福气的。咱拼扛咱家己，咱将咱的心互耶稣带入来的时阵，主进来的时候，愿你有好的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个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因为耶稣好爱你，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主的爱陪着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请来起立，做回来了，请咱起立，好心情，做回来起了。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因为耶稣好爱你，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主的爱围着你。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请你找5个兄弟姊妹，甲伊讲，愿你有好的心情，你有好的心情，愿你有好心情。你有好的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愿你有好的心情，因为耶稣的平安喜乐在咱的中间。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
满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咱就抱一下归有咱的主上帝，伫你还不来坐以前，甲你的边仔兄弟讲，主会听陪伴你，主会听陪伴你，请坐。主也呼召咱爱去为伊做工。你若听到伊的声，咧叫你的时，你敢愿意讲？主啊，我愿为你去。主啊，我愿为你去。求你找我，找我。当主的声伫你甲你讲的时，你是毋是愿意来回应？讲，我愿为你去。用神灵与我成为我实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用圣灵，用神灵与火为我实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手为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灵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甲主基督讲，主，我愿意为你放散。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深深的爱融化我
手引领我，你的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顺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深深的爱融化我，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熬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灵和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顺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各一摆，甲主讲，求主的灵和手引领我，引我前行，我只求主愿帮助咱做合伊心意的人。看万事为顺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各一摆，甲主求，灵和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顺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灵和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顺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耀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赐我勇敢的心。我勇敢的心意，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主，当你呼调的声对阮讲的时，我愿意为你去。求你耶稣，互阮有一粒勇敢的心，无惊吓。我愿意靠你的恩典来徛在，求你圣神的听来帮助我，求你圣神的火也来试炼我、熬炼我，求你的使命占有我，互我知这是你，我愿意为你去。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一日担当阮的重担，阮甘愿放下。放下一切来跟对你，所有的无计较、无平安的代志，主，我愿意靠你，我愿意靠你来拼扛，互你的听，互你的怜悯慈悲、平安喜乐，拢充满伫阮。求你啊，圣神保守帮赞，今仔日牧师所讲的话，真侪阮的帮赞。荣耀你的名，利益的人，
求信心帮赞，互讲的、听的，拢得到造就。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愿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公道的时间，请兄姐们掀开咱的酒报，来看咱公道的事项。特别咱要为着咱的兄姐，若是身体有欠满的，咱特别来为因祈祷。无论是满足节、亚明节、乔恩、新贴祭司、明峰兄，也是碧儿节，咱嘛为着咱教会建堂的捐款，以及目前教会逐项的事工。咱做伙同心来献上咱的祈祷，咱请做伙开声来祈祷。愿意对你来行，从我们为着教会告诉耶稣，愿我们经历你生命的体会甲不足。上帝，你享受互阮是丰富，是丰富的亏难，是会当伫满足的勇敢，忠心倚在。若是咱这个是愿意我靠上帝你的救恩，愿意帮助阮。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愿意献上阮的感祈祷。我们特别为着阮教会当中身体有病痛的兄弟，我们将伊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医治的大宽容会当临到因的身上，互阮会当伫因的生命中间，搁一摆的见证主你的医治的大宽容。我嘛为着教会的捐款，特别是建堂的捐款，以及教会目前咧推动的每一项的事工，我拢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你赐予阮会当有教业的开力，嘛教业的稳定，来经历你的大力宽容。求主你帮助阮，伫每一届开喙你祈祷恳求的时阵，你就互阮经历到，阮会当真用着阮的信心来回应主。求主你帮助阮会当搁较真心、真力、真意，会来服侍你，嘛帮助阮的教会会当搁较的勇壮。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做伙来启印，记载伫启印文56篇。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嘛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迄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道成做人，踮伫咱的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稳定，阮上加阮祝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爸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出出来。这是咱要邀请新歌队来学乐，今仔日因要学乐的诗歌是《拢交予耶稣》。
信歌队的娱乐。这是咱做伙掀开周报，咱来看咱的消息报告的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父亲节主日，愿主祝福每一位爸爸拢有刚强的心。那等下咱伫会中嘛会赠送每一位爸爸有一个礼券来表达咱的敬意。第二点，好，咱欢迎每一位新家人朋友，也是兄姐。也是你是第一摆进入教会，咱会当伫咱的会后的11点至12点，拢有小组的聚会。若是有意愿参加的，拢会当主动来牧师遮来直接来了解。另外这后壁咱要做一个更正的，咱即礼拜的小组是暂停一届的安尼。好，来第三点。今仔日下晡2点至5点半，伫口鼻教会，咱要举行德顺丰收节的感恩音乐会，请有参与的兄姐会当伫12点50分，咱会当伫教会集合出发。另外就是咱因为本周的小组暂停一摆，所以等下礼拜煞了，咱会当有参与的人员会当留来做伙来练习咱即个感恩音乐会的迄个诗歌。煞接后周8月11号是咱本年度第4摆的新礼典。请兄姐会当备办新家属来当坐倒。8月18礼拜日，府城建成400年的平安日，台南市会400人的大合唱，咱集合的时间是伫咧下晡的3点。当日咱要学乐的诗歌是咱着来吟诗、耶和华祝福满满这2首歌。请有要参加的信歌队的队员以及兄姐会当牧师遮来报名，方便咱会当来统计即个参加的人数。咱教会伫咧周末有举办即个社区的音乐班，即个日期吼，咱有重新搁做一个讨论。咱预计是伫9月21到10月26，然后时间是每一礼拜六的上午10点至11点半。成果发表会会是定伫10月27号礼拜日的上午9点半。那咱招生的对象是幼稚园的中班到小学4年级的儿童，拢会当来参加。费用是1000块。若是规个音乐班的课程你拢有参与的人，全勤的人上尾啊会退费500块安尼。所以这是咱儿童音乐班的一个海报。另外搁补充报告一点。煞接落来，即个拜3的下暗7点半要召开第6摆的小会，请中职同工会当准时来参与。好，咱做伙来念即礼拜的经句，咱先念台语的部分。我今仔日所命令你即个话，记伫你的心，也着用这困困教示你的囝儿。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生命记6章6到7节。好，煞接咱要来读今仔日要进道的圣经，记载伫申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选着了，由我来念。第4节。以色列啊，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仔日所命令你讲的话，着记伫你的心，也着用这轻轻教示你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里，也是困，也是起来，拢着讲论，也着拔伫你的手做记号。带伫你2蕊目睭的中央做纪念，搁着写伫你的厝的门口以及你的门。好，煞接咱要请穆恩小朋友用华语来甲咱念一届。大家平安，我要攻读《生命记》6章4到9节。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留心听。上主是我们的上帝，
唯有他是上主。你们要全心、全情、全力爱上主，你们的上帝。今天我向你们颁布的诫命，你们要放在心里，并听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或出外，休息或工作，都要不断地温习这诫命。你们要把这诫命记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家里的门框和大门。谢谢咱的穆恩小朋友。好，等下煞接咱要邀请咱的儿童做伙来献诗。等下要俄勒的曲目是《最棒的老爸》。那伫因献诗了呢，牧师要为遮的儿童来祈祷，祈祷煞接来做咱的敬祷。好，咱甲时间先交互儿童主日学。没关系，你抱。加油！你要早点回家，陪陪我和妈妈。厨房的饭菜香，有神奇的魔法，它能让人长大，笑脸如花，每个春秋冬夏，围着笑哈哈。你是我最棒的老爸。家。
为着阮的老爸，为着阮的亲人，为着阮厝里每一个人来祈祷。感谢你通过你这爸爸诚做家庭上好的帮衬甲祝福，也互阮的生命更加着爱负起阮伫家庭中间的责任，会当诚做家庭上好的花课者。主，阮伫你面前，阮需要上帝，需要上帝你诚做这细囝生命的帮衬，想事互因有智慧，想事互因有对天来圣神的感动来引带因，互这细囝若一生倚靠上帝，也通过上帝你的律例、你的教导，也亲自诚做因生命的准证。主，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恳求，愿你赐福伫在座所有爸爸甲所有囝儿，互因拢诚做伫家庭的中间上好的祝福。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即摆请所有爸爸，请所有爸爸起立好无？无输伫遮吼，在座教会来请上所有爸爸。喂，有吗？喂，好。家庭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所在。我嘛咧看讲，教会嘛亲像一个大家庭相款。所以伫家庭的内底，咱拢爱知影，家庭稳固会当得到坚固，有几个足侪你想会到的，无论有疼、有和睦，不愁吃穿，甚至呢有钱通好用，嘛关系好，拢会当成做家庭稳固的条件之一啦。但是我认为，牧师认为，一个家庭会当健康，甚至佫会当得到坚固的基本条件，爱有充足的帮衬甲提供，遮每一个人，无论是太太对细囝，到伫成长的过程，到少年到年老的，遮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学习甲成长的所在，这才是真实有稳固的家庭。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教会诚做一个有主听的大家庭，到底咱提供什么，互每一个信徒？提供每一个信徒，互咱会当认捌，到底咱的生命要安怎来得到成长？兄弟姊妹，咱拢应该有听过一个叫做在家自学，有无？你感觉讲在家自学，这个体制感觉好无？好像不错可是咱敢若嘛唔敢去使用因为安怎？咱惊伊讲咱担袂起啦，咱惊伊讲咱的资源要教育细囝，其实是足欠缺啦。所以咧，在家自学，其实咱会感觉孤单，有时咱会感觉讲无有机会，互咱的细囝去接触人群。其实不然美国因针对这个自学有一个叫做家庭教育的资源中心嘛，家庭教育资源中心。这个家庭教育资源中心呢，因咧建立支持这个家庭教育的体系啦，就是讲家庭必须要有这种的体制下的方法，要安怎来带细囝来做成长。所以呢，这个家庭教育的资源中心因提供装备、连接、支持甲指导资源的分享，来帮助这家长来进行有效率的家庭教育。所以伊这系列内底我咧甲看真趣味，有真侪含咱今仔日所要看的，这个叫做要安怎稳固家庭的一个真要紧的几项咱会当做伙先来看
伊有几项第一个教材甲课程，啊嘛，互我想起讲吼，这教材是啥？咱的信用的教材是啥？哈？咱的信用的教材是啥？圣经啦。所以圣经的教材吼，咱爱读无？爱用啊，甚至你要有方法咯。牧师吼，其实真欢喜，咱即马有即个拜五幸福共读小组，伫暝时吼，早起即个日时的时阵，有遮个兄弟，甚至有咱嘛有新添执事啊，历史的老师，伊伫针对无共款的即个圣经的角度背景，咱会当更较完整会来了解。所以我感觉伫咧讨论圣经的中间吼，检采咱拢有无相款逐人的看法。但是有一点咱会当认嘛知影，就是咱会当透过讨论的中间去了解，到底咱生命要安怎照圣经的话安怎来行。第二，伊嘛有提供教育人员，包含帮助者的家长，会当伫这资源的中心做导师啦。啊，这就互我想起吼，阮即摆阮的细囝，你看阮这上细汉的这乔恩吼。伊即摆是愈来愈古锥啦，啊，愈来愈安怎？你会看见伊的目睭眼神拢有咧学习啦。吼，伊敢若咧看讲，你咧创啥？你咧做啥？有一段时间，你会感觉伊的目睭敢若拢无神啦，袂专注啦。所以我即摆感觉讲，上帝咧带囡仔吼，真正是得到足大的帮助啦。我感觉人拢真有限，所以我对阮的乔恩吼，阮伫即个光明早疗机构，伊是一个天主教。啊，即礼拜因咧做后礼拜开始，乔恩就要开始做上课。啊，即个老师就咧讲，伊讲，阮的一学期的中间，期待你的囡仔，毋是伫早疗中心待足久啦，上紧的半冬内当离开遮是上好啦。伊就是帮助遮的囡仔赶紧会当含即个幼稚园的教育做衔接。伊咧中间咧讲伊讲我邀请所有的家长爱知影，一学期的中间，期待咱的家长的爸爸。有机会会当来阮的这课程上面吼，来带小朋友，互我一个足大的提醒。我感觉，伫咱即个教会、即个大家庭的信仰的教育的团体内底，到底咱有身份成做一个上帝囝儿，咱有承担起会当安怎来带人看圣经无啦？你甲你的亲人，你会要带伊来看圣经无？你甲你的亲人有想要来甲伊教育伊的信仰的教育无？兄弟姊妹，我认为，我看见咱的师会吼小玉，哇，他第几次？第3次哦，第4次吧，好，第2次而已哦。我觉得他第2次他的诗会就真的是很老练了，甚至有些时候比我们已经长久在诗会的长子还要老练了。我感觉这真好，这就是超人，伊有咧思考。知影家己要安怎成做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导师，兄弟姊妹。第三，即个咱即个家庭的教育的即个资源中心，伊阁有做团体支持啦。什么意思？那像咧讲，咱伫教会内底吼有小组啦，信徒若无教会生活，你就哪像咧你无家庭的生活相款啦。无教会生活是什么意思？就是讲。你若简单来到伫教会听讲道，但是你无小组的生活，教会人甲人直接的关系，你会发觉，即个团体无法度通成做你上好的支持啦。因为有当时你无法度去体会到，到底我伫信仰的内底要安怎通过交流、分享。所以有时我若听见讲，有当时咱伫小组，也是虾米款的团体，为着咧讨论圣经会有较大细声的时阵我感觉讲真好哦。甲你边的人讲一下，会讨论圣经讲较大声细声是好的哦，是好的哦。为什么？这代表咱有对话啦。咱像咱伫厝内为着一项代志对毋对的代志，咱会安怎？会去争论嘛，了解嘛。所以我咧回想过去，我含我的妈妈为着真理的话，为着一寡信仰的代志，我拢会伫遐咧争，拢伫遐咧争取。我讲的较对，你讲的较毋对，你讲的安怎？兄弟姊妹，迄个过程的中间，互我体会到，阮甲我的身躯边的人的关系是哪来哪好。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即个信仰的团体，咱爱有彼此经验的交流，就是生命彼此的关怀，甚至伫圣经的话语的中间，彼此去探讨
到底咱安怎去了解上帝的话？第四这个教育机构伊嘛有做这个活动甲工作坊啦吼，就哪像啥？哪像咱教会有做啥物？有做门徒训练，有做儿童的社区，有无？有要做啥物款的事工？就是要互更较侪人会当伫自责的中间，当父母、当咱的兄弟姊妹伫拄着困难的中间，咱会当安怎帮助因会当得到学习？甚至咧，教育机构伊嘛咧做信息甲咨询，就是帮助遮的每一个人伫教育的顶面，要安怎知影正确的方法，然后有一个管道通咨询啦。所以我感觉，牧师一直感觉，咱有机会来到教会做伙探讨圣经啦，咱来彼此安怎去听看卖对方到底伊咧讲啥物，好，到底伊咧讲啥物，咱毋免为着讲圣经的真理，安尼才是对的，好，来一直讲安怎哦，你安尼袂使，你安尼袂使，无需要，因为我过去我嘛捌安尼过，伫这看囡仔青少年吼，迄青少年他们的这个思辨能力非常的多元呐。所以伫个过程的中间，伊会跟我探讨。伊讲伟燕哥，你讲的这我无认同。然后我讲不对哦，圣经里面真理是这样讲的哦。然后你必须要怎么做？哇，伫个过程的中间三星冲突。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信息跟咨询，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当人咧甲咱问的时阵，咱要安怎会当用客观的方法去甲伊引带帮助伊？甚至这个机构伊嘛咧做的，就是叫做技术资源。亲像咱咧做的门徒训练，包含咱即马自疫情过去了后，教会信息都变成伫网络啦，有无？你有发觉无？所以你会发觉有真侪人，伊会拄着困难的时阵、病痛的时阵，伊毋免讲哦，足艰苦的，无法当去教会。伊还佫有一个好方法，手机网络直播系统。兄弟姊妹，家庭的教育是需要咱做伙来去探讨的问题。教会信仰嘛，亲像一个家庭的体制系统相款。到底咱的信仰，咱伫教会除了会当听牧师讲道，了解圣经的信仰教育，看这影片，这讲道者所讲的，包含咱个人读经祈祷以外，到底咱对圣经的内底，上帝安怎咧甲咱讲？家庭要得到稳固，有真大的帮助的真理。咱要安怎来探讨？我一直感觉有一个最重要的方向咱做伙来看生命的真理需要什么？需要伫上帝话内底啦。我毋知影你有咧探讨即种的问题过去我来咧看我的妈妈咧探讨讲我妈妈常常讲，你有咧看上帝的话无啊？你有咧读经无啊？伊拢会安尼甲我问，细汉的时阵就安尼甲我问我讲样看拢无啊，这叫我要安怎看？但是每一摆我的妈妈拢会甲我讲，你有感觉拄着这代志亲像喺圣经内底有讲到什么故事安尼，伊就咧甲我形容啊。所以我就咧想讲，上帝话其实是伫咱的生命中间是有结连的啦。但是咱有咧探讨讲，咱的生活的生命所拄着的代志，跟上帝话有关系无？如果你感觉这上帝话跟你无关系，你会发觉这是两项代志你毋知影要安怎通过上帝话来成做你生命的真理，甚至最后成做你家庭稳固的基石，足困难的。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话伫咱人的生活中要显出功效，必须爱人活伫上帝话语的内底。甲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的生命爱活伫上帝话语的内底。你的生命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神的话语里面是什么？待会我们会一起来探讨圣经里面、圣经内底安怎讲，人安怎去看上帝话，上帝话嘛清楚咧甲咱讲。圣经内面以赛亚书55章8到第9节，上帝真正伊的话语真正超越过咱所想象。为什么？上帝讲：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咱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认捌上帝真理话命的信徒，咱必须爱了解这样代志。如果咱探讨圣经，若无前后整体的圣经真理的了解，
那会非常非常的危险。有一摆一个同工咧甲我提醒，伊讲牧师，你咧讲道吼，我听你的讲道吼，有一个问题啦。我讲什么问题？伊讲你的讲道的问题，就是你甲圣经的一段圣经节起来，像迄叫做字义解说啦。字义解说非常的危险，就是代表啥？因为你无伫圣经的内底迄个前后文的中间咧做衔接的时阵，迄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因为迄有可能是你家己咧表达的启示啊！啊，这是真实的。我伫新学院的教育内底，牧师嘛有咧安尼甲阮提醒。所以兄弟姊妹，为什么我体会出上帝伊的意念、伊的道路，真侪时阵咱若看圣经的话语，是单纯用咱家己所看安尼来咧解说的时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咱必须爱了解、探讨圣经的话语，必须得爱前后呼应。前后文去做探讨，安尼有了解无？所以兄弟姊妹，伫今日圣经节，伊有探讨讲到讲，咱的生命需要去注意听这样代志，嘛得爱尽心、尽性、尽力，这有的翻译叫做全心、全情、全力的爱上帝。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圣经节的前半段。好，前半段安怎讲？前半段。申命记第6章第1节到第4节讲，这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所吩咐教导恁的诫命律例甲典章，互恁伫所要过去所得到的业的地面上来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应许你的。兄弟姊妹，这短短圣经在内底讲到，第一，咱甲主耶和华上帝的关系啦，有无？这是耶和华安那？恁的上帝，耶和华上帝敢是恁的上帝啊？是不是？中南上帝是不是你的上帝？是不是？当你说主啊，你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你要认定这一个上帝是不是你的上帝啊？你若无认定伊，你甲讲主啊，帮助我，我这上帝我唔捌你啊。你也无认我，我干嘛捌你？我都唔捌你啊！你都无认我，我是要哪捌你啊？虽然上帝创造咱的生命，虽然上帝知影咱，但是上帝嘛咧讲啊，你都无认我，我想你都唔捌我。所以兄弟姊妹，这是耶和华恁的上帝，伊就讲起上帝的身份，咱本身有认定伊也无，这是上帝甲咱的关系。甚至有讲到第2节、第3节，一直咧讲起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效忠的对象啦。好，上帝他教导我们诫命需要去遵守无？爱无？好，我牧师特别下画底线哦，遵行。第2节谨守，第3节谨守遵行。有机会你若看第5章28节到33节吼，就讲到嘛，赶快讲到遵守的代志。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有没有发现，上帝特别的感提醒哦？你们有敬畏我吗？常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啊！弟兄姊妹，基督徒信奉上帝、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你对上帝你若无要遵守啊，你若无要认定伊啊，兄弟姊妹，你是无法得到福气的。30节、30节，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视他们为业的地上怎么样遵行？”又讲了一次遵行，有没有？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又强调了你们的上帝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啊！
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有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兄弟姊妹，这是第5章后边段所讲的。接续就是咱头拄所看的第6章第1节到第4节。兄弟姊妹，有讲得足清楚无？上帝敢是咱的上帝？有无？啊，佮教导咱吩咐咱哦，咱若遵行上帝给咱的命令，咱就安怎？会得到福气袂？会啦。所以兄弟姊妹，为什么基督徒一直咧强调咱来修习守时，甚至我们要预备心？明天要聚会了，我前一天要怎么样？我牧师现在有孩子，有些时候晚上都是我的孩子叫我去睡觉了。好，那个今天刚他们在唱的那个歌那个爸爸早点回家，意思就是讲有当时咱的做兄弟也是伫外口咧工作的人通常拢袂记咧厝里，还有人咧等待咱。啊，相对我嘛咧想讲，上帝嘛是用这种心情咧甲咱看，讲咱有期待上帝，咱有倒转来到伫上帝家内底无？咱常常伫外口面，咱拢为着家己的代志咧无用。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有真清楚咧甲咱讲起，咱的生命就爱遵守这个诫命，这个诫命需要透过遵行、持守的谨守、谨慎的遵守，才能够得到那个蒙福的基本条件。所以有真侪基督徒讲，奇怪，你拢较有福气呢，我拢较无呢。其实我会想要问讲，你认捌的上帝，甲我认捌的上帝，甲有共款无？意思讲，你这个人咧认捌的上帝，跟我咧认捌的上帝信心如何，迄是有差别的。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上帝面头前，咱会当看见，今日圣经才真清楚咧，甲咱讲起，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有一个伟大的生命的提醒。你看第6章的第4节到第6节，就是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讲起，以色列啊，恁爱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个话着记得伫心里。伊是咱唯一遵守的对象是啥物人？啥物人？谁是我们唯一遵守的对象？主耶和华上帝，对无？第5节讲啥物？你着爱安怎？啥物叫做尽心、尽性、尽力？专心、专情、专力？这有一个解说其实原文内底咧讲叫做极其过分的方式来爱主啦。我举一个咧我会记得我伫南神的时阵，每一摆圣诞节咧庆祝的时阵就会即个宿舍全体大家人爱开放你大的所在的宿舍，然后互人朋友咧学长姐、学弟妹安尼去走你大的所在啦。你必须爱甲因款待啦。我迄个时阵就咧想，我唔知要款待啥，我就甲即个水果柳丁我就切柳丁切柳丁，甚至怎么样去籽啊。咱知影这柳丁顶面有一个迄个，咱拢爱甲夹起来，有无？较咧食内底吧。我就甲怎？我就甲迄顶面迄条切起来，佮甲指甲紧起来，然后佮甲掰互开，然后摆伫这盘顶啦。即个来的人讲，喂呐，我头一摆食这柳丁，佮会当食着安尼遮丰富的，会当遮简单食的啦，佮足好食的啦，我就咧形容我感觉咱听上帝的方式，咱亲像安尼啦。用极其过分的方式去爱啦。有当时你看起来讲这个听较有需要听到安尼较有需要用这个方法啦。但是事实上，上帝爱咱听伊的方式，有当时咱是爱用这款的态度啦。所以兄弟姊妹，第6节讲啥物？讲我今仔日命令恁的这个话，着安怎？记伫恁的心里。兄弟姊妹，唔通袂记得。我们全心、我们全情全力的爱主，是要进到那个最深里面。第7节到第9节，嘛着温群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做，伫路面行，倒地，也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搁着绑伫恁手里做记号，绑伫头额提醒头遐着写伫厝的门徛，嘛着写伫城门，
兄弟姊妹，才讲到几点足重要，也是今仔日牧师要跟咱分享的重点，就是第一项，咱来温群安怎？原文叫做深刻啦，深刻的教训儿女啦。上帝救恩的内容，你有咧含你的囝儿探讨无？当你若放伫你的心内，甚至你开始含你的囝你探讨的时阵，我相信上帝救恩就已经开始，帮助你的家庭，伫上帝的时间内底来完成这个计划。我毋知你有相信无？好，你会当学习去试看卖。兄弟姊妹，我感觉《申命记》第6章，你若去甲看20节到25节，伊就教导咱安怎讲啦。伊讲啥物？将来恁的子孙会问讲吼，讲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给你们颁布这些法度、律例和典章是什么意思啊？21节讲啥？你们要告诉他们，我们曾在埃及做法老奴隶的时候，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带我们出埃及，有没有？这是不是上帝的救恩？我们亲眼看见耶和华行伟大而可畏的神迹奇事，惩罚埃及和法老全家。他带领我们离开埃及，为要把我们带进他启示要赐给我们祖先的这片土地。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吩咐我们遵守这一切的律例，敬畏他，以便我们可以终生受益，生命无忧。正如今日的情形，我们若按照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的吩咐，在他面前谨遵这一切诫命，便被算为义人了。兄弟姊妹，圣经足清楚地甲咱讲起哦。有一天，咱的囝儿会甲咱问哦，问讲到底你有安怎？你有咧听上帝无啦？到底你为什么要听上帝？昨昏牧师去参加咱过去有一个叫陈超新老师，伊的个别性，他得癌症过世。伫迄中间呢，伊的查某囝甲伊的伊的这个囝婿，甲伊的孙啊。因拢伫遐流目屎，少年即个阿公，伊的行为安怎样？伫迄中间我看到伊的个人历历，我就想起即个我的老师乔兴老师。伊伫迄过程中间，我就赶紧伫最后的时阵，我就行去因的头前甲因讲，我讲恁爱记得，恁的爸爸、恁的阿公，他过去期待有机会，希望你们能够进入教会。因为迄场的个别是我看起来拢是咧颂赞一个人的一生安尼尔啦，并无互我看见颂赞上帝的作为啦。但是我感觉我的老师陈超新老师，伊是个性情中人，伊本身伊本身伫生命中间，伫伊年老的时阵，会当认捌到这个信仰。这个老师是我家己惊死咧，但是我感觉我并无搁较侪机会甲伊提醒、甲伊讲。你着爱持守伫上帝的诫命的内底，唔通互酒，唔通互这物件来安怎来捆绑你的心。所以兄弟姊妹，人伫世间的年日有真侪时阵，咱留落来是啥？是世间所看的物件，娱乐。但是我们最重要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得着那个生命的救恩呢？所以兄弟姊妹，温群。教导你的子女，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着温群教导你的子女，温群教导你的子女信用的教育。好，所以咱会想起一个问题：到底你是为着家己咧饲囝，还是为上帝咧饲囝？对无？这就开始有一个无同的方向出来哦。为家己饲囝的人是安怎？是为着个人的利益甲荣光，有无？囝儿啊，考条呆呆的，若考条啥物的，你会感觉做荣耀袂？会袂？我最近我咧带中南中南伊无啥爱读册啦。但是我甲伊讲我讲你袂晓读册无要紧，至少你爱找到你人生的目标啦，你要找到你人生的目标啦。未来你要做什么？你爱去想啊，你爱去想啦。当你若会晓去想，我感觉伊真好啊。你有看迄国中生即个时间下早8点来到教会，来个练歌呢。虽然有当时对伊来讲是一个磨练呢。有当时伊嘛会低调呢，但是伊来比雕呢，不断被培养呢，他要被磨练呢，甚至他还要培养说，我不能让自己让别人看出来我很疲累呢。真的啊，
一个音乐敬拜音乐的内底核心是鼓呢，你敢知影？迄鼓的节奏、节拍、感觉若无好吼，规场拢乱尔呢。所以咱要了解哦，伊扮演的角色，咱着爱安怎帮助伊，互伊的信用甲上帝的关系爱安怎？爱更较臃肿。兄弟姊妹，为家己的利益，因讲就是啥？哦，你拍甲足好，足水哦，好棒，好棒，好棒！哦，有无？啊，读册读出悬的，哦，好棒，好棒，好棒！但是咧，为上帝来饲囝是啥？是奉献的，是牺牲的。所以有人咧讲，有一天我的囝讲：“爸爸，礼拜天为什么我要去上主日学？我也想要跟我的同学去郊游。”我讲袂使，你爱甲我守主日。对我的看法，我就是安尼，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守主日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也是你奉献生命的最重要的时刻。因为我相信上帝要赐福你。所以我记得吼，五六个月前呐，这个钟南他说牧师为我的身高哈，我说你有什么为你代祷告的？他说为他身高了，真的啊，四五个月前呢，他还多高啊？还记得吗？他应该没很高吧？好，我记得他是没有自信的，可是自从他祷告，人家为他祷告，他有没有长高？迅速呢，真的迅速呢。他现在站在他哥哥面前，他是有一点自信的，因为哥哥较好读册，阿弟较无法度。但是我讲无要紧，不要放弃自己。为上帝奉献的人，你要知道上帝会够烈生命，帮助你。好，为自己养孩子的是以世上的事为优先的，但是为上帝养孩子的是以上帝为优先的。好，所以这摆牧师安排旅游嘛是同款，我嘛是爱礼拜煞讲道煞，我尽量就是无论如何，我要休假，我嘛是着爱安尼，主日的讲道爱先做优先，兄弟姊妹，第二个方法，咱稳固家庭的条件最重要，就是爱温群教导的方法。咱今日圣经在内底就甲咱讲起第7节，讲嘛着温群教示恁的囝儿安怎？无论伫厝内坐，伫路人行，倒咧也是起来，拢着爱念互因听啦。兄弟姊妹，较早我的妈妈伊无啥会，伊小学无毕业啦，小学到毕业，妈妈有啦，有毕业啦，歹势，小学有毕业啦。但是我的妈妈小学毕业，伊无啥会晓读册，但是伊安怎？伊知影，因为过去送乡艰苦，我的阿嬷送乡共加头章。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的妈妈伊敢若讲，妈妈无啥物通互恁，只有上帝话语会当帮助恁。所以我的妈妈细汉时阵，伊就出用圣经念互阮听，教导阮念。所以即仔我嘛上款，亲像咱即仔拢会安排互囡仔，互伊来读经。豆豆因会开始安怎？会晓先讲请安，然后佮念圣经节，互伊学习表达。我相信未来伊伫人的面头前，伫上帝面头前，伊会晓学习要安怎来遵守诫命。兄弟姊妹，即摆我去到台中真趣味。牧师甲咱讲过，讲咱大桥教会、坎西顿教会足像啊，有无？这因的旧礼拜堂啊，长条形的有无？因咧讨论有关教会建堂的工课。后来上帝为因备办，这是将近10几冬以来因较找到。但是这10几冬以来，因这个所在，因开始起，因开1亿啊，买土地，佮起礼拜堂啊，开要1亿啊，买土地敢若4、5千万，还是6千几万啊，起是用3、4千万、4千万来起起来。这是因的会友，因的会友堪咱有像无？敢有足侪人？无啦。因平均50个人啊，华语礼拜20个啦，迄天去，这是上倒手边，伊是1937年的款，1937年、34年、37年我袂记，李明义牧师，正手边的这个上正手边，这是张仁和牧师，伊过去是伫这个台南的博爱教会，后来去到台中西顿教会，拄着因的建堂，我。礼拜日去的时阵，我想阮住的所在拄伫隔壁一个巷啊。后来我想去西屯教会去甲因行看看，看因拢佮开，佮一群人伫遐，毋知咧创啥。我想去甲因探访，嘛先煞甲因道个安吼。去的时阵，因拄好出来，因咧创啥？因咧开会啦，
甲教，因为有人奉献2900万啦。因要做啥物代志？因要将因的教会西顿教会，因无要卖掉，因要完全奉献给大专中心啦。因为西顿教会拄好伫逢甲大学的边啊，嘛是迄当时我读逢甲的时阵的一间教会，牧养带遮的大学生、大专生。所以即间教会因感触到，当因同心合意，教导青年、教导囝儿伫信仰的道路，当因同心合意来起造教会来建堂，甚至得到上帝恩典的赏赐，吼。我去甲算起来吼，咱教会整个安尼开起来吼，咱的建堂吼，平均一开始起初一个月利息甲本金爱还偌济，你敢知？要甲10万啦，因拄啊好是咱的10倍啦，还了解无？100万哦，咱10万咱就安怎？咱有足侪问题啊！人伊是10倍的哦，因的人有比咱较济无啊？但是因信心有比咱较勇无？我相信是有的啦，我相信是有的啦。吼，若无，我感觉因无法度做即种的遮感动的代志，因为当因体验着上帝恩典，因会更较愿意去付出甲奉献。所以兄弟姊妹，牧师毋是要讲因较好，牧师要讲的是啥？牧师要讲的是，咱的信仰、咱的教会要起造的。是一群真正同心合意，伫上帝话语的中间来起造。我看因的同工，因讲因咧开始咧思考要安怎来讲即个50周年啦，50周年庆上正手边吼，即个长老伊几岁？70几岁啦。吼，牧师托伊爱做啥物？爱做即个编辑人啦，要将这历史啦，吼，咱在座70岁的举手，70岁的举手。敢有？拢有吼，咱拢是爱搁继续做工的哦。即个兄弟，即个长老吼，伊有迄个帕金森氏症啊。吼，伊咧跟我分享的时阵，我讲我即个杨长老，我为你祈祷，吼，祝福你，互你会当搁较用心、有健康的身躯来奉献互上帝。兄弟姊妹，后一张图，我嘛去甲台中的所在，看武峰教会，看正手边即个姊妹甲因翁吼。这兄弟姊妹吼，拢是过去牧师伫细汉的时阵、少年的时阵，不是细汉的时阵吼。我伫少年的时阵，伫牧养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印证了当我们殷勤的教导，会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带来改变。好倒手边吼，这个武峰教会宋承佑牧师。伊过去伊伫国中的时阵，我印象足深。伊讲伊要来甲我学吉他啦。我吉他毋是讲足够啦。我讲吼，但是你要来甲我学吼，我必须得爱饲鸡啊、饲羊啊。迄当时我大学，你来甲我帮我斗用，我较有时间来甲你教吉他。吼，后来伊讲好，伊就来带阮兜。伫迄过程的中间，伊体会到人着爱努力啊，爱温困做工啦。吼。所以伫迄过程的中间，伊即马哦，伫迄武峰教会吼，200-300个人的教会吼，伊真有即个创意吼。我感觉伊的想法甲伊的作风拢真好。伊边啊，即个姊妹伊的太太，嘛过去我捌伫大湾国中、高中的时阵咧做辅导室啊，伊伫咧做辅导心辅人员吼，真好。上正手边呢，即个姊妹呢，是我较早伫即个叫做这啥？迄个雾峰迄间教会，迄个学校叫啥？我袂记哩。朝阳科技大学的学生，伊嘛迄当时做一个会长，伊的妈妈嘛是诚做团契的义工辅导，伊的妈妈已经过往啊，真尽心。迄当时牧师我做大专的即个辅导，然后来我请好了，伊的妈妈专力扛起了整个的大专的服侍工作。后来她的妹妹，这位姐妹的妹妹，他们因为看到妈妈，还有看到委员哥，他们都叫辅导、叫牧师、叫委员哥，他们看到了这个行动，他们都愿意委身。所以你有看到，当我这摆去到台中你问中南原地我拢有准备有一寡爱食物件的费用啦，去到遐拢是这个人甲阮交代啦。所以我体会足深，
上帝给咱的恩典，咱唔是讲为着要食人这个物件，重要是啥？重要是咱会当若伫分享的中间，去温群去教导，咱就会当发觉上帝要将丰丰富富赏赐伫咱的生命中间，是咱看见的。所以兄弟姊妹，第三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稳固家庭，就是爱随处可见的，就是用尽一切的方法要怎么样？要把它记下来了。好，所以圣经内底安怎甲咱讲，要系在手上为记号，在额头上为经文。好。那甚至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并且你的城门上，用尽一切的方法。兄弟姊妹咱伫圣经内底，咱咧看见讲，到底主的命令是啥？主的命令，约翰福音新约，好，耶稣对门徒讲，约翰福音14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来，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从这里咱会当看到哈，咱若遵守伊的命令，咱的主会听咱袂？会听咱，甚至咱个蒙受上帝三位一体上帝爸上帝的眷顾，甚至互咱看见哦，上帝真实哦，有真实存在哦。兄弟姊妹，到底主的命令是啥？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主的命令是啥？旧约的时阵，利未记、利未记19章18节讲，不可报复，不可埋怨同胞，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是耶和华。但是新约呢？新约他讲了一个，耶稣他讲了，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条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跟爱邻如己有没有一样？有一样吗？我觉得不太一样。爱邻如己只不过是像一个目标啦，一个目标啦，有无？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你安怎听家己的？好，我来知影要安怎去听人。但是有当时看到这个人伊行为安怎听袂落咧？但是你若看到耶稣，我赐予恁一个新的命令。好，耶稣是讲爱叫恁彼此相听，意思就是讲，这个人无论如何。咱就是爱彼此相听，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的话，互咱真清楚认捌着，咱要安怎遵守主的诫命甲话语去行。当咱愿意安尼去遵守的时，上帝就要来甲咱祝福。因为我一直感觉，按照主耶稣所讲新的命令是真实的。因为当咱若愿意去跟对主，甚至听从主的命令，听从主所讲的话语去行。我拢相信，咱的生命得到福气。最后，牧师讲几项故事互咱听，就是顺太主的话，咱知影圣经内面约翰福音这个第9章有无？主互这痴迷的看见有无？耶稣来到世间，伊用这个配喙烂含这土鼓鼓的，将这痴迷的人的目睭安怎甲抹落去，然后甲伊讲啥物？你往这个西罗亚池去洗洗，目睭拢看见啊！兄弟姊妹，这是。主耶稣行的新约对无？伊有照主的话去做无？有啊，伊嘛是有啊。第二个，照主话去行的人有福气吼，伊是有满载而归无？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14节，当耶稣为着世间人放下伊的性命顶十字架了后，3日过活40日的中间，伊门徒显现。伫迄个过程的中间，这门徒拢袂记得啦，袂记得。福音传福音的要紧啊，使命啊，所以咧，耶稣搁一摆伫加利利海，当因咧掠鱼的时阵，安怎？因显现啦，讲安怎？讲来，你掠无鱼无要紧，来，你往这个所在去掠鱼啦。你正手边遮你就会得到啊。后来因抓了，敢有啦，讲掠着153条鱼，3尾鱼啦，有这无？毋若安尼尔，主耶稣搁安怎？当因靠欢了，安怎？网啊无破，搁为因备办早顿的。兄弟姊妹，你有感觉主的恩典足丰富无？你若愿意遵探主的命令，讲你去遐行，你去遐野网啊，去掠鱼，主的话足有意思的哦。伊咧看讲，咱是毋是愿意照主的话、照主的命令去行，互咱看见这门徒。
伊互咱看见因安怎得到福气。牧师即阵啊吼，拢一直咧为着咱的一楼的冷气吼，找无办法啊，吼啊嘛请即个冷气商吼，帮咱看是毋是看有原厂的即个遥控器啊，吼啊前一阵啊牧师去即东门教会去募款的时阵吼，啊都拄着即个凯威姐吼，伫咱中间啊，即个凯威姐伊伫咧中间，伊讲主啊，感谢你，互阮通过今仔日吴牧师来到伫阮中间的分享。啊，互我一个真大的感动。啊，伫咧过程的中间，我凯威啦。啊，伫咧过程的中间，互我感触真深。后来伊顶礼拜吼，啊，咧甲我讲牧师，啊，恁即个冷气吼，是安怎吼？我讲就安怎？伊讲啊，来，我帮你找看卖。我讲前几日就甲我讲牧师，我有找着即个原厂的遥控器啦。哦，我足感动，足感谢，因为这我找2-3个月，我一直想讲，为着这个物件吼，到底要安怎处理吼？我感觉，当咱照主的话去行，照主的话去做，其实上帝互咱伫咱需要的顶面，甲咱补助。最后，遵照主的话去行的人有福气，是病得到医治啦。路加福音书17章内底，咱看见耶稣伫咧庄内底，拄着这10个泰戈病、麻风病人，就因离远的所在讲，耶稣啊，老师啊，可怜阮吧。耶稣看见因就甲因讲，恁去甲恁的身躯去互祭司看。因过去有这个动作，就是你清气了，你一定爱互祭司甲你做一个审查一下，到底你是不是真的干净了，你才可以正式的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所以耶稣甲因讲，恁去互祭司看，意思是讲恁已经好啊哦。啊，恁敢去无？恁去互祭司看。啊，因真正有去无？真正去啊！后来去了，有真去无？哇！因转来就安那大声讹了上帝，拍败伫耶稣的面前安那感谢伊。兄弟姊妹，圣经内底故事，咱毋敢看到耶稣是惊神热的上帝。耶稣嘛咧甲咱讲，遵守伊愿意听伊的命令去做的人有福气。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不相信伫上帝话语的中间去体会上帝的听。最后，咱做伙来读。申命记28章第1节到第6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所以，咱的信用就是伫这款的应允的内底。你有相信照主的话去行的人有福气无？愿主赐予咱的生命会当得到永远我的祝福。这个是咱做伙游玩坐咧，咱做伙来吟一首诗歌。人生不时有挑战，人生有最挑战，就是期待咱的生命不断伫挑战的中间磨练咱家己的生命，更加伫主的面前安怎跟对主来行，遵守主的诫命，遵守主的道路来行的人有福气，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祝福。挑战，阮中生活好磨练，辛苦操劳虽也深，爱的习惯的改变，三九六那些人，交陪朋友着紧心。新闻表明基督徒因有美业主人所，顺转那准到地盘，只为个
三位一体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满心感谢你美好的带领甲安排，互阮会当伫大桥里这个新的所在。阮相信，你对教会内底每一个人，拢是充满着主你的疼甲救恩。当阮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阮就时常对主你的话语来得到新的感动，帮助阮借着圣神的引带，互阮通伫这个所在，当心毋若敬拜而乐。阮嘛当当心自责，为着主你所交托阮的使命的工作，传扬福音，引带人认捌主你的话语，互主你的道真实对阮的生命的中间来传扬主你福音。感谢主你圣神真理的话语，搁一摆来提醒阮，要学习去听，去谨慎遵行主你的命令。阮着彼此学习相听，无论是彼此沟通的时、交流的时、对话的时，着亲心去学习遵守听的互动。阮也着教导阮的子子孙孙，伫未捌主你的时，常常教导因来认捌。经历去遵守三听的诫命，阮相信信靠主的人，毋那定伫厝内有彼此三听的心。伫未捌的人的中间，未捌主你的人的中间，阮嘛要因为阮的生命有主你的命令真理，阮的生命就应当爱更加温柔、谦卑、包容甲吞忍。阮会当接纳任何挑战困难的能力。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是为主你来活，阮相信，当阮常常按照主你上帝命令来教导、来遵守的时，伫你的面前，你也要称阮做义人，是蒙福的人。这个时，阮也要为着9月21日开始的社区音乐班第2期的开始，有许淑珍老师的加入，阮这个团队的同工、指导的老师。恳求上帝你来坚固伊的心，有主你的听，有上帝你手术的气力，伫唱歌、陪伴、生命教育的顶面，会当将上帝你听人福音，通过这个音乐班来带予每一个儿童甲家长，伫音乐培养的顶面来带出生命勇壮的勇士甲精兵。感谢主，通过今日你圣经真理的话语来教导阮。愿阮的生命伫你的话语中来得到智慧甲帮助，充满着喜乐甲愿望。感谢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是咱同心做伙来奉献。基督徒用奉献的行动，是要来回应主上帝美好的恩典甲安排。愿咱的奉献，如果你若无准备，甚至你无了解的，请咱伫备班的中间3角来笑念。3角来感谢，嘛邀请每一个伫观看直播的兄弟姊妹，如果你伫有感动的中间，你会当将你所备办的金钱带到就近的教会来祝福当地的教会，也将你的金钱作为向神献上感谢的祝福。来祝福神的教会，也是神应许丰盛的祝福。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我的心属于你。到你面前，全心向你感谢耶稣。我来到你面前，我多多兄弟你，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你安你的听我。多多兄弟你，主啊，我的家，献上我的心，生命的
为当系乎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唯一的根救，是你的感动我，献上我的所有，愿我的一生，正做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坐。牧师伫遮补充报告。咱伫9月21日即摆已经有开始有家长已经咧报名，嘛邀请咱会当来呼吁甲鼓励咱身躯边厝边隔壁，若有年龄是中班到小学4年级咱即摆这老师非常的优秀嘛期待淑珍老师会当带动咱的带动咱遮的儿童的教学的工作，会当有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嘛邀请咱会当为着这项代志来带导。咱等下咱礼拜煞咱今日无小组嘛，请咱继续若下晡有要参与的人请咱留落来练一下歌了咱中昼12:50伫教会集合出发请咱注意。好，这个时间嘛邀请咱咱敢有头一次来咱中间的兄弟无啦好，咱请咱做伙起立，咱伫会后咱等下甲互相请安咱做伙起立，做伙来吟上英的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将荣光归乎咱的主上帝。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信。阿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至到万世。阿门。主，阮感谢你，将美好的恩典甲智慧的真理的话赏赐予阮，愿你帮助阮常常会记得，将上帝你的话语来传予阮身躯边的人。做伙来遵守上帝你美好的诫命，就是听主听人的道理，互阮的生命会当荣光主的名。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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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彼得。